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3月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3节，17节到22节，民数记第20章22节到29节，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到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肉体或是灵。每次遇到兄姐家人安息，需要预备告别礼拜的时候，心里总是再一次的回到28年前家父离开时的情景。当时我已经从大学毕业，在外面服侍了工作了6年之后，太太也从维也纳留学回到台湾。我开始回去神学院就读研究所1年，这个第2学期。有一天早上，班上几位同学一起在早祷灵修的时候，在祷告时就莫名其妙流了泪。就过了不多久，就接到电话通知家父已经安息的事情。等到从台北回到高雄，父亲的已经是在殡仪馆的冰柜里面一个冰冷的躯体。这样的冲击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哈。后来继续在家庭里面开始讨论后续葬礼的事宜的时候，2位姐夫都是牧师，也因为这样子对圣经呢、对信仰、对生命的了解的不同，在家里面曾经因为这样的事情有很热烈的讨论，要不要火化啦，有不同的看法以及意见。自此，我就对人生的生命来源有着急迫的了解的渴望，所以后来在继续修读神学院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曾经选修一些像生命学，也曾经接受马偕医院安宁病房牧灵人员证照的训练。因为我们都跟尼哥底母一样，误解了生命以及重生的那种关系，或是说生命的了解。根据创造论的观点，人的生命是分成2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躯体，就是肉体，是上帝从土里面捏了亚当的身体。另外一个部分是灵，就是因为上帝向亚当他吹了一口气，这个土所捏成的亚当才成为有灵的活人。那么当我们安息的时候，灵就会回到上帝的家。为什么这样子？因为如同耶稣基督他跟他的跟随者所说的话，在我父亲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若不是这样子，我就不会说这话。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以后，要再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要使你们跟我同在一个地方。约翰福音14章第2节到第3节。今天的旧约的经文，民数记20章22节到29节。